無感，所謂無感就係當遇到一啲無法理解或者控制唔到嘅事，冇需要逼自己勉強配合，好好放下就足夠。由細到大，我哋都有機會被灌輸何謂對與錯、好與壞。與其極力排斥所有嘅壞，不如學習包容不同嘅面貌。相信真正嘅智慧係在於唔執着。如果能夠以一顆清淨嘅心去感受生活每一刻，自自然然能夠成為更具包容力嘅人。明白世間一切事物都係因緣和合而成，喺擁有嘅時候好好珍惜，一旦失去，即使會有傷感，亦唔感覺驚訝。一切來去，順其自然。時時提醒自己，一切生活中嘅好，都係嚟自內心嘅知足。